哋就嚟講解一下大溪地珍珠，主要嘅產地係法屬嘅波利尼亞西，嗰度嘅水質非常之清透，非常適合黑純母貝嘅生長。大溪地珍珠有幾種特別嘅顏色，例如金箔灰、孔雀綠、孔雀藍同鋼琴黑。金箔灰嘅珍珠係有灰光帶金色嘅光澤，睇落去高貴大方；孔雀綠就有一種神秘感，襯托我哋皮膚嘅光澤；而孔雀藍就超級靚，帶有海洋嘅感覺。鋼琴黑就非常之優雅。當然唔少得牛油果嘅綠色啦，佢呢個光澤真係靚到絕啊！購買大溪地，大家要注意幾個重要嘅指標。第一，圓度，越圓嘅珍珠越珍貴。第二，光澤度，光澤越強，珍珠嘅價值就越高。第三就係瑕疵啦，表面越少瑕疵，價值就越高。另外，大家要知道配對大溪地珍珠係非常之有難度嘅，因為佢每一粒都係唔同尺寸、唔同顏色，所以我哋揾到一對完全匹配好嘅耳環係非常之珍貴嘅。講到稀有度，大溪地嘅野珍珠 Kashi 就更加珍貴啦，因為 Kashi 珍珠係自然形成，冇母貝嘅核，佢嘅形狀全部都係不規則，光澤度特別好，因為全部都係豬皮層。由於產量少 ，Kashi 嘅珍珠喺市場上嘅價錢一般都會比普通大溪地貴，好多大溪地嘅收藏家都會收藏大溪地嘅 Kashi。保養方面，大家記住唔好接觸香水、化妝品或者清潔劑，每次佩戴之後要用乾布輕咁抹走表面上我哋皮膚上嘅油質，最好將珍珠擺喺袋或者喺盒裏邊，避免佢哋珍珠與珍珠之間互相嘅摩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就可以直接留言或者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